12月11號晚，消委會於澳門漁人碼頭舉行2025年最佳誠信店及優異誠信店頒獎儀式，約450人出席，共20間商號獲授2025年最佳誠信店榮譽，43間商號獲頒發星級旅遊服務認可計劃零售業界別嘅星級旅遊服務商戶獎。儀式上並公布誠信店新標誌式樣。消委會持續咁樣去推廣誠信店認可計劃，至今誠信店已經超過5500多間，涵蓋餐飲、零售等各行各業。誠信店成為咗連接商號同埋消費者嘅信任橋樑，亦都成為咗擦亮澳門誠信之都金名片嘅重要一員。為迎接來年我哋誠信店係踏入第25週年，明年我哋會推出誠信店新嘅標誌。新嘅標誌我哋以承印連商、指紋足信為主題，全新嘅標誌傳承創新，象徵住商號對消費者嘅承諾。明年我哋將會大力開展誠信店新標誌嘅海內外宣傳，令到誠信店品牌形象扎根社區，提升旅客同埋居民喺社區消費嘅信心。咁今年咧，總共有43間嘅零售商戶咧，係獲頒呢個星級旅遊服務商戶獎嘅，涵蓋咗多種嘅購物消費嘅項目嘅。咁中國旅遊研究院咧，今年發布咗咧2024年中國遊客出境滿意度10佳嘅目的地，咁澳門咧首次咧係奪得第1位嘅。大家都係以一個優質服務去到展現澳門旅遊業嘅軟實力。我哋都期望咧，未來能夠繼續同各方去合作，鞏固澳門好客有禮嘅城市形象，合力咁去建設我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打造澳門成為旅客首選嘅旅遊目的地。本年度共340幾間商號獲發各獎項，比上一年度增加約80間。同時，2026年最佳誠信店活動現已接受報名，消委會鼓勵商號積極參加，透過競逐獎項，進一步提升服務質素，為構建澳門誠信優質消費環境共同努力。